后来继续来看桃园一个妈妈心拢碎了，讲昨早起，伊的查囝去找同学，半路啊拄到一个生分的查甫人，甲查囝扭勒，做出着不雅的动作。这查囝是着青囝大声来喊嚣讲救我救我，但是27秒的时间，经过骑士甲过路人，拢无人停落来帮忙，一直到有一个热心的民众出手，才来化解着危机。啊，那迄个嫌犯拄则3点半。已经互移送。当头白日伫顶仔骹，一个查甫人甲一个查某囡仔人扭扭勒勒，囡仔人是惊甲喊救人，想要逃走，煞三番两次互掠转来。就是现在这样喊很大声啊！你看，他是爆他嘛。厝边看到监视器画面嘛，感觉真恐怖。喊过的情形发生伫桃园龟山的绿公路，囡仔的老母铺文指控讲，昨早起青训查甫人伫咧街仔路尾掠查某囝，囡仔人无力抵抗，受到惊吓。喊得很大声啊！我有听到声音啊，可是我腰不好啊，痛啊，还脚又不方便啊。以前有人喊救命，10点外，我当然我叫我厝边我仲会叫我看卖啊。厝边听到喊救人，出手协助，才互查某囡仔脱离危险。不过伫这进前，监视器翕到短短27秒内底，拢总有7台车经过，说对喊救人拢无反应。调阅周边监视器，迅速掌握涉案人，而且向其约之告诫。因事涉讹烧案件，立即通知社会局社工到分局评估被害人身心状况后，进行检束流程。热心民众协助报案，不过查甫人逃走，唔是现行犯，无法度逮捕。警方表示已经锁定对象，找到伊住的所在，照规定请桃园地检来处理，以强制猥亵罪侦办。我们也会让社会局来介入，看看是不是有要进行这个心理辅导的可能。囡仔到同学因兜佚佗，却拄到这款代志，在短短27秒，互囡仔的心内留下一个惊吓的记忆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